太死我的家婆，你活了一个仙脑，跳楼台，活了向生的人是你，快点啊！好，来回来！呀！走走！啊！啊！什么叫人心比汤？什么？给我这样操作，我来个对，快去！不要跳我，这人叫走去，蹦他。是。大虎，操作我来给你。好，进去进去。让进去跳，大家我加上进去啦。是是。赶紧带领龙家联盟离开定天府。母亲，我内底是出什么代志？第2天前，我才着令尊叫人提一封回复，伊讲3月初7，伊要办一件真大赞的代志，学算若是规年拢无倒转。 已经是出代志，就叫我立刻来甲你通知，叫你带连同甲着连妹赶紧大出城。若是想万恐惊出老大，会将4个城门总封闭起，
到时阵就无法度躲。林准的信上，伊并无讲要做啥个代志。刚刚听下电的消息，原来伊就是前日少妇要到处出兵的计谋师。哎呀，你讲，我内底是毋是叫范炳亮呀？已经逃走。他走，我来去救内底，我来去救内底。冲！我讲你就是安尼，欠救死。你啊，听后壁啦，我看代志甲到这来，你也是赶紧来想法，将着楚大嫂以及着小姐，甲伊报出声明，也则由我甲张老庄主来去协助着伊这个楚公主安着，你看怎？安尼好。曹大嫂，那物件拢无需要提，赶紧去。万姐，安尼啊，啊无，我是要去甲张公讲一声。袂用，小姐，千万唔通甲张公联络。昨日若毋是刘上天主动，梁尊已经将曲老大给抬死，而且目前下令要来捉拿到梁尊，也就是刘上天。上天，什么代志？我知讲你换真忝，也无怪。咱规暗伫赶楚公，难怪讲你忝。不过咱即摆未用休困，万一老楚公逃出城去，想想那怪水倒来，也我承担。楚公毋知走去倒遐味，咱走断骹骨也无法度掠着。等待不排除的人倒转来有消息，迄群才来去甲掠，毋知免老血着来。只好也是安尼生啦。我看你这个模样，敢若亲像偷偷啊一个人要踮阮阿姑的背后去掠楚空是？这是我的代志，毋免你管。哦。好，这件代志我会去卖管，也毋过啊，你爱老实甲我讲，牛嫂来找你创啥物？说。牛嫂来电天路，哦，毋对，我亲目睭看到伊犯做去食堡的模样，伫这附近出现，当然是来找你啊。哼，你也未免太武断，根本我都无看到伊啊。哦，刘三天，你瞒骗别人就会用伊，啊，想要瞒骗我，无遐尔啊简单。牛嫂比脸有滋味，两种的原因做
试一劫，也毋过并毋是致命之处。无定着水莲河迄条命又搁捡倒转来。看你这情形，你果然真是毋知影。好，我家己会去查一个水路石出。我已经火下洗，我爱恁两个拢死踮我的手头，我才会甘心。水莲哦，敢真是无死？表姐，实在想袂到，会搁伫个顶天府甲你见面。是啊，更加想袂到，咱会当做伙，住伫这个静修庵的密室内面。我感觉这个一切，敢若亲像一场梦共款。若是真正是梦，就好。可惜这一切拢是事实。永远在无梦醒的时阵，也永远无法度通我摆脱这个心肝头的痛苦。表姐。莲花，自细汉的时阵，爹娘就时常地讲，你比我较有见解。现在听你安尼地讲，就会当证明讲爹娘并无看唔到你。牛嫂，小姐，大小姐，二母，发生什么代志是？楚老英雄昨暗窜入去相府，杀死一名家丁，佮伤着伊捡脑袋，受煞头提出兵的计划师。听伊讲捡脑袋，派柳松天带领司马王以及3000名的禁卫军，到处要掠伊楚老英雄。
天照样走无咯。完了！初公的工迄么真高，哪会用随便留迄个破庙？小心着暗算。用过咱这边计划图，才业将中，敢讲出来就杀手。哼，常常是派我来掠初公，派你是来协助。若摕袂倒转迄个计划书，责任是我的，共你何干呢？踮咧后面等下。哼，现死的两个，还有受伤的无？错人去了。好公主，请你将我回去。你将这份计划书摕到去交给庆老太，即马随时将我抬死。袂用的。好公主，计划书信路会怎搁再复制？而且头输的人也死了，只有安尼，庆老太才会放心。你也才完全得到伊的信任。可是我若是走，你就是将计划书摕倒转用庆老太，庆老太同款也通放心，因为乡边计划书的内容我全部知影，伊一定搁再修改计划，到时阵，咱是不是耽误了大事呢？也搁有，我早就已经有准备。除了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时阵，我要将这份计划书，搁甲偷摕倒转去伊的棋盘内。如果互伊发现到的时阵，我就当作讲我是去偷书的人，因一定会派人来抓我。不管是你，或者什么人，我拢会愿意死在因的手头，互伊顺利将这份计划书搁再倒转去。操老爷爷，好公主，我问你，你另外搁抄写迄份计划书呢？我已经用秘书送到倒去家城。哦，真好，安尼真好。总也无什么欠款。好公主，赶紧动手将我抬死。好公主。老早就已经说话就不加关，叫因都离开城外，你免为我伫咧担心什么？你尽管动手，今仔无食，是耽误大事。赶紧将我抬死！将我抬死！好公主，是我性命更重要，也是国家